1983年史上最暢銷電子過關遊戲《孖寶兄弟》首次喺任天堂紅白機上推出。同一年，一個玩親咩遊戲都唔會流力嘅遊戲大師 Enzo 梁曉峰出世。1989年，一個關於中世紀歐洲依靠家傳祖編同愛心魔法力量嚟施展攻擊嘅遊戲《惡魔城》系列首次推出市面。同一年，一個沉默嚴冷靜、經常狂風掃落葉嘅大遊戲家黑豬林耀星出咗世。1990年被列入為遊戲史上最偉大嘅格鬥遊戲先驅街頭霸王 Street Fighter 正式推出。同一年，一個用嘴唇思考嘅遊戲天才岑皮岑嘉琪亦出咗世。到1993年，一個非常流行，逢有世界盃同歐洲各國聯賽都有新版本嘅電子足球遊戲 FIFA 亦都推出。同一年，一個膽小怕醜、問題多多嘅遊戲王子豪 B、黃日豪都出咗世。佢哋4個組成咗 Playtime。透過種種遊戲，誓要向所有已經遺忘咗遊戲樂趣嘅人宣告，無論 BB 仔定係120歲嘅人類都需要遊戲嘅。Playtime 精神就係 Game Never Over。好，遊戲時間正式開始。